虔诚的听众，牛早。现在是正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已经甲咱各位解说甲正文第3页，对头算倒来头一逝，就是解说甲自性自灭，复何可救？即马应该要来说来解说一面。拟定国气，自看智慧，起自本心，不借自性。各作一期，来听我看。让我大义，妇女依法，为第六大祖。好急速气，不得迟迟。思量即不中用，见性之人，言下实见。若如此者，论道上定，亦得见之。这是咱今晚要来解说这段。在前面就是讲世间生死的代志，这是非常的重大，这是五祖来警示伊门下弟子。搁再进一步甲伊讲，恁遮的人只敢求福田，也呢无求出离生死苦海。你求福田，却是自己灭了自性。那呢，创始互你阁有较大的福，哪有法度好来救你无法度好将你救出生死的苦海。生死，所以该叫做讲做苦海，这是一种形容。就是讲生死呢是非常的痛苦，这名叫做讲做生死苦，苦无量无边无一个边，无一个底，就敢若讲迄个海无一个边，无一个底共款。事实上，海是有边啦，海是有底啦。但是呢，却是非常的宽，非常的深，所以咱甲看起来，敢若像讲无一个边，敢像讲无一个底。尤其是当咱坐一只船出海的时阵，船无论行到倒位一望无际，无看讲到到倒位是个界限。海水的深呢，是安尼乌浪浪，到底海底是倒位无看到，所以呢，在咱的感觉中，海是无边海是无一个底，那就是变成讲无穷无尽。生死的痛苦无穷无尽，就以这个海来甲伊做譬喻，所以名叫做讲做生死的苦海。讲你若是无要求出离生死苦海自己灭了自性，这个福是无法度好来甲你救。这几句话，五祖对个弟子的开示，事实上呢，就是对咱的开示。尤其是现在一寡新兴宗教，正呢，就是犯着遮所讲这个毛病。名叫做讲做新兴宗教，就是讲新发起的这个宗教。那在日本讲起来，就参如讲创价学会、立正教成会等，因所主张的，就是属于现世利益，就是求现世利益，就是求现世幸福。就是讲你来信佛啦，你来拜拜啦，你现在啦就会当得到幸福啦，你就当得到啥物啦？
这是新兴宗教所以伊会发展遐紧的原因。因为咱世间上的人，大部分拢是求现在利益。你甲伊讲未来，未来遐久的代志也无看到啊。现在、现拜、现感应、现信、现有看到，这上介重要。这是咱人的心理就是如此。所以新兴宗教一个提倡来到地啊，伫咧发展非常紧。在咱台湾啦，嘛是有真正侪即款的新兴宗教。常讲一贯道即类，这就是。但咱必须了解，在物质上方面，无论讲趁偌济钱，无论讲生理偌尔遮发达，无论讲伊的生活是偌尔遮富裕，但若是没了根本的自信，袂当好来体悟到自心的本性。也若安尼呢，是毋是当得到确实实的幸福呢？真的幸福是啥物？真的幸福应该呢，就是会当好来了悟自性，会当好解脱生死，会当得到永恒的生命。这也是真的幸福。只有在形式上求咱世间的功德，求咱世间的福报，只有希望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较富裕的，也若呢，这毋是真实的幸福。尤其是一旦无上贵要甲你掠迄个时阵这个福并无法度救你。也就是讲，无论你偌济财产、偌济田园厝体、偌济金条，无法度好买你一条生命。无可能讲阎罗王派小鬼要来掠你。你讲我这金互你啦，你自己摕转互阎罗，你莫甲掠好无？不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在经典来讲，虽然你活到100岁，毋过呢，你袂当好了解到不生不灭的真理。安尼呢，不如你会当了解不生不灭的真理呢，来去活一回。安尼你活一日，看你活几百岁。这就是讲咱重要，毋通迷了自性。对自性，咱也是会当好悟，那也就是悟到了永恒不生灭的自性，不生灭的真理啦。所以五祖才甲因讲拟定国器自看智慧，讲恁大家个人转去，个人呢去家己自己的正房内底自己呢去看自己的智慧。所以，叫做讲自己看自己的智慧呢，就是讲自己来去回光返照，自己呢来去启悟到自己的智慧。在这个所在有智慧这两字，咱必须了解这个智慧者到底是啥物？智慧。这是在咱佛文中一个真正重要的物件。这个智慧，那是以一般的解说，就是讲了世俗体为智，会当后来了出世真体，叫做讲慧就是讲你会当后来契合真理，会当好来了别事相，这就是智慧。但是这个智慧，甲咱一般世间的知识是无共款。这个知识是咱人出世在世间以后，才慢慢学，慢慢呢了解物件。所以这个知识就是从外面得来，这个智慧就毋是。智慧呢，毋是从外面得来，智慧呢，乃是咱生出来时阵本来就带来的物件，就是讲以生俱生，
本来具足物件。智慧这是将咱自己心所生出来。知识呢，这等于是对外面招来物件。这个知识，比如讲咱囡仔，差不多3、4岁就送去幼稚园，互老师甲你教呢，会当了解真正这代志，这就是知识啦。国民学校老师甲伊教，初中、高中乃至大学乃至研究所，一层一层去学，一生中有学未尽的知识，但是呢，这拢是由外面所得到来物件，这毋是智慧。所以，这个智慧可以讲就是一种的经验的，对外面得来物件。这知识智慧就毋是咯，智慧乃是咱自身本来具足的。知识这是有分别的，智慧呢，这是无分别。因为知识一个人所接受的不同，所以每一个人知识应该是无共款。比如讲，只有受国民学校的教育，伊的知识，甲一个受初中教育的人的知识程度不同。一个受高中的知识，一个受大学的人的知识，因两个学问也无共。一个有受过教育的人，甲一个无受过教育的人，伊的知识也无共。做生理人有伊生理人的经验。做田人有做田人的经验，伊所住的环境、所经历的经验，各个不同，所以伊的知识完全无共款。一个科学家有科学家的知识，铁学家有铁学家的知识，医学家有医学家的知识，个人不同。所以这个知识应该是一种分别的。智慧就毋是咯，智慧这是以生俱生。每一个人生出来是就有的，所以这个智慧应该是一种平等。咱在这出来了解讲，智慧是无分别，智慧是平等。知识呢是有分别的物件，知识呢是差别，毋是平等。即马这个所在五组呢，就叫伊弟子，讲恁个人转去。个人呢，自己来去看你自己的智慧。讲起自本心，不借自性。讲当然是呢，恁爱来去处自己本心，不借自性。不借这是印度话，咱来改翻译中国话呢，就名叫做讲智慧啦。这个智慧当然毋是属于世间的分别知识。智慧有名叫做讲佛智啦，或者是讲圣智啦，或者讲做无分别智等等。也就是讲，会当好来确确实实，会当看到一切诸法的真相，会当好来契合着真理。这名叫做讲智慧。这个智慧在咱六祖坛经不这第二迄个所在有详细解释。所以咱在这个所在对于智慧甲知识，只该做一个初步的了解。智慧是咱本来具足，知识呢，就是咱生出来了才经验的物件。智慧这是平等无分别，知识呢，这是差别有分别的物件。咱只有安尼来去解了解就可以了。伫这所在五组。就是讲，恁个人爱去求取自己本心不借之性，就是讲来去求取这个不借智慧。个人呢，来做一个机，来听我看，做这个机呢，来花看。这个吉名叫做讲做吉祥。这个吉祥有当时阵是5字一句，
还是4字一句、6字一句、7字一句，这无一定啦。这个字，甲咱一般的散文啦，这个字上呢是比较互咱较容易记，在要记的时阵较方便。讲中国台语啊，妇女语法为第6大组。讲假如恁若是会当好啊，来悟着台语，就是讲会当好来悟着佛法的台语，这个时阵呢，我就妇女的语甲妇女的法，都互你啊做第6大组书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你所做的这个记，或者是做了，不一定讲是非常彻底明了。但是呢，只要啊，你有得到迄个台语，也那安尼呢，我就将释迦佛代代相传落来的金兰袈裟，以及甲将禅宗的大法来附互你，互你做第6大组。因为达摩祖师是第1代啦，到甲弘忍大师是第5代，传落来。当然呢，就变成了第6代。那根据咱释迦佛的传记，将迦叶尊者去传互乌兰尊者，一直传落来啊。每一遍传法，敢若拢有这个机啊，有一种的这个传法的机，有这个仪式。所以现就是5祖，我若是叫伊遮弟子，讲你每一个人啊，都要做一首记来。下面讲好急速去，不得迟迟，数量则不重用。见性之人啊，言下事见。好急速去，这个好急就是讲，亲像火伫咧烧，遐尼正急啦，赶紧去。为什么着爱遐尼正紧去呢？因为啊，生死时代无常迅速，这个无常是真正紧的物件，所以你若是安尼慢骹慢手，可能就袂赴了。因为这个无常，这是真正紧的物件，所以你若要做这个机呢，赶紧甲做来，不得迟迟。面顶迄个迟就是延迟啦，下面这个迟呢，就是这个停顿的意思，就是讲唔通慢，唔通停顿，就是讲赶紧啦，就去啦。讲数量则不重用，当日是啊，你要做这个记的时阵，你若是数量啊，就不重用。数量就是心理啊，一种的数理分别。假如若是用这个心的数理分别啊，这就不重用。不重用就是讲这啊，做出来袂用力。这正正就是讲，你应该呢自己爱来去启发自心的智慧，将你的自心的智慧做出来。这个机呢，这毋是一种数量，这呢乃是一种的无分别智的妙用。这个无分别智的妙用所做出来机啊，才可以。假如若是以一般的知识，伫遐伫咧起分别，伫遐伫咧想东想西，也将你的这个意识分别心所想出来这啊，根本就袂用力，因为这是意识分别啦。到底是意识分别啊，或者是讲智慧妙用做出来这个机啊？当然呢，就可以了解。下面讲见性之人啊，言下事见。讲凡是啊有见性的人，就是讲有得到明心见性的人，言下事见。言下事见的意思就是讲，在你一句话的这个所在，你随时呢就会当好来去见到你自己的本性。那自己若是会当好啊，来了悟着自己的本性，那么就是啊直接
真赶紧呢，就会当好来体悟到，根本呢无需要搁将你的意识分别心伫迄个所在来吹过来吹过去，来想过来想过去。迄边讲若如此者，轮到上定亦得见智。意思就是讲，假如若是一个见性的人，言下就会当好来见性。若是会当安尼时阵呢，这个轮到上定亦得见智。轮到上定亦得见智，这个意思，就是讲在互相伫咧交战迄个时阵，在互相的交战中，你的刀扑过来，我的刀扑过去，在这个时阵可以讲是非常的危险。但在这阵真危险的紧要关头中，也是会当好来见到自己本性。若毋是安尼呢，根本就毋是讲见性之人，言下呢会当好来见到本性。在过去，在日本呢，有一个真正有名的川中岛的战役。这个川中岛的战役，有一个叫做武田信玄。在这个武田信玄伊的军阵中有一个名叫做上杉谦信。这个上杉谦信呢，伊单刀这个匹马，就走入到这个武田信玄的阵中去。那迄当时阵呢，伊这个刀抽起来，就开始伫要战咯。在开始伫要战迄当时阵，那这个两个人呢，就变成伫咧打棋风。安怎讲打棋风呢？这个上杉谦信刀举起来，就对这个武田信玄人来讲如何如何是剑刃上之术？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我这个刀举起来，你要甲伊抬落，在这个时阵，你的心、你的想法如何？意思就是讲，你的心到底是会惊不惊？迄当时阵，这个武田信玄就将伊迄个一支迄个盔线，事实上，这个盔线这毋是咱普通的盔线，这个乃是伊伫咧指挥遐个军队诶一种诶，这个等于指令摆起来，但是事实上是一支盔线椅，就自迄个来将伊诶剑甲升起来。就安怎讲呢？讲香炉上一点雪，讲敢若像这个香炉面顶诶一点雪共款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迄支刀甲扑来，敢若像讲迄个火炉火真美。遐火真美面顶呢，一滴仔雪安尼滴落去，靠什么路用？一滴的雪滴对迄个火炉落去，嘛去互火烧一个，迄个雪拢无去那这两个可以讲就是对禅拢有相当的受用。所以虽然是讲，在迄个真正紧要的关头，大家伫咧烧台生死交关迄个时阵。抑搁伫咧做即个禅的问答，就是讲在迄个紧要关头迄个时阵，因的心抑搁遐尼只安静心遐尼只平静，一点仔呢都无去混乱。一个也有迄个时间要做机来问对方讲如何我即个剑摕起来，你感觉如何一个讲这小可代志啦，敢像讲一滴雪也甲伊滴对迄个火炉共款，这较有啥物代志你看，因的心境的泰然，咱就可以来了解。所以才讲做轮到上定亦得见智，就是讲在这个生死紧要关头迄个时阵，伊来当见性。那事实上，这意思就是讲，既然你若是当回来明心见性，唱书是讲咱人在生死交关，也就是讲无常鬼要甲你掠去啦。迄个时阵呢，你共款呢，原来是会当回来见性。所以一边在讲如离根者见其作，就是讲，譬如这个离根的人呢，
会当回来建议语作的意思。最轻松听足，就请咱各位暂等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大经》。